大家好 ，Rotek 最新推出小黑龍即熱式濾水器，機身超細，比電腦主機細一半有多，配備智能龍頭同埋瞬間即熱功能，慳位又高效。小黑龍智能龍頭配有觸控屏，可以實時睇到水溫、濾芯壽命同水質品質，為你嘅飲水安全多一重保障。小黑龍出水速度超級快，只要3.8秒就裝滿一杯水。仲有3種水溫隨你揀，常溫水、45度暖水同95度熱水，一扭即出，真係方便到極。小黑龍濾芯採用一支過 All-in-One 設計，用咗全球最精密嘅 RO 力滲透技術，過濾到水中99%雜質，包括細菌、重金屬、氯氣等，確保你飲得安心。Rotek 讓生活更美好，將濾水器帶入每一個家。